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国公告20项特定产品免扣对等关税，包括手提电脑、智慧手机啊，甲半导体产品。缅甸中部今日阁发生规模5.5的地震，深度感纳7.7公里，目前无传出严重的灾情。中国无放弃反台，因公媒体报道，咱政府要家己变点，规划做战时的据点，提供民众领物资。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蔡武欣。川普对顶关税政策阁有新的消息，根据美国上新的公告，有列出20项特定产品唔免加扣对顶关税，包括讲手提电脑、智慧手机啊，甲半导体产品。专家就讲，看起来台湾的厂商会当暂时放轻松，不过放轻松敢是暂时的，因为川普讲话啊，讲刷落来会提供半导体关税相关的内容。外界大家又讲，是毋是要对晶片的产业加扣新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对顶关税政策又有更新，根据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公告，列出20条免除的清单，其中包含智慧型手机、笔记型电脑、半导体制造设备、晶片这产品拢有列入，而且因回溯到美当时间4月15透早，不管是免适用对顶关税，也互市场解读讲会使为苹果回答供应链来解读，是台湾、日本、韩国这科技大港国家的活路条款。这些东西大部分现在都是进口，那因为工厂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当然供应商很多都是台湾的厂商。如果现在对这些产品科高关税，那一定会调涨价格，这个我想对美国人民来说应该是受不了，所以呢，这个部分现在暂时豁免。那对台湾相关的供应厂商来说，这个当然是好消息啦，他们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不过，外国媒体指出，这样关税免除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川普最新表示，会在美国时间10时提供关于半导体关税议题的上新的进展。也在这同时，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紧急通知，调整半导体产品原产地认定的规则，代表台积电认定这台湾晶片制造商的产品，免有中国这阵对美国征收的125%的关税。就算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在台湾做那个晶圆制造，还是会视为是台湾的那个半导体制造或者 made in Taiwan。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对台湾而言，在晶圆制造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有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啦。专家指出，这样做会影响美系半导体大厂，中国本土企业可能因此减少采买美系晶片，和大厂有希望能得到部分转单效应。不过，中国这阵主推中国製晶片，研判依然优先会以家己的廠商为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也川普的关税这道流落，是互国际金融市场有够痛。未少做投资的，就该买黄金。顶礼拜黄金的价值已经抢超过3200块美金，3200块美金，这个数字是历来上价悬的。也黄金的好价油价是无好着哦。美中伫咧战关税。全球的经济都有衰退的疑虑，也这个疑虑就互能源的需求就安尼来减少，价格就礼拜，也即马这个石油每桶可能卖无到50块美金。国际油价继续落，台湾中油公司宣布，就是0时开始，国内汽油、柴油每公升计价，各自落9角价1块4角。对此有投顾专家分析，最近原油计价受到国际环境因素出现真大波动，像美国总统川普鼓励开采原油，用控制油价来假设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不过川普对着多国来实施对顶关税政策，虽然暂慢实施90天，不过依然加深全球的市场对着经济衰退疑虑，也有对原油的需求。不过，国际油价底线也是维持伫较低价格。还是要看整个欧佩克国家对于产能这边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态度。至于说会不会直接这样子跌破这个$50，这个可能还是要观察的。
不过金价行势拄好，甲油价相倒并。黄金现货收盘价11每盎司3236块的美金，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专家认为，川普就职了后，国际金融市场无稳定，然后各国央行继续扫货，对顶关税之乱也互不少投资人甲避险的资金流向黄金的市场。买卖都有增加，有一些是因为股市的关系，关税还很不明确，所以要等明确以后，它才有可能说停滞下来。专家指出，即阵对油价起价不利的因素较多，国际油价较会落、较歹起。也若金价虽然是继续升悬，也毋过提醒投资人，若进入场买黄金，有关风险甲无确定的因素存在，投资人必须要注意这个风险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甲咱台湾扣32%对顶关税，虽然讲川普即嘛是讲暂停90天来实施，不过川普这个政策也是冲击到咱的出口业者。行政院长邓英台今日就带团队到南，要来甲这个产业代表座谈，来了解业者的困境。也行政院这边本地是讲4月14，也就是明仔载，会来公布880亿的支持方案，讲当时当来申请，也安怎来申请。不过因为美国这边的政策也搁咧变动，行政院讲会搁再延后1礼拜。产业界人士陆陆续续来到现场，美国原来有价对台湾扣32%对顶关税，虽然佫宣布暂慢90天，并且公布免除项目名单，不过各种无确定性，依然冲击真侪中小型出口业者。行政院长杜英台13来到高屏开座谈会，了解业者的困境。游艇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欧洲、土耳其跟美国，那他们的关税跟我们相比都很低啊，欧洲只有20%。游艇业关税对个位数升悬到32%，恐惊予竞争力下降。另外，美国3月12就宣布进口更如增加25%关税，所以真侪螺丝扣件甲更提这工业冻定。高雄市长陈其迈烦恼讲，中国若因此转移市场，恐惊对中小型扣件业者影响会更加大。台湾输往风险的关税跟中国输往风险的关税其实是并不是对等的，好，所以这个对我们业者的经营的竞争的压力。其实会扩大。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台美谈判会伫互利基础上推动，并且讲美国也真关心进口关税问题，会严防台湾真侪生产地破空，并且启动大规模反倾销调查。那这个工业，台湾磨刀销美国数量虽然加占2成，也毋过美方政策的变数加上中美贸易战，也互屏东农民真烦恼。中国要销美国的话，它会变成它有问题，它可能没有办法销，它反而会不会是从这一些，然后会回销到日本？所以呢，未来企业啊，这个扩大内需设备被汰旧换新，然后需要，我们会在下一波再用一个计划、一个预算来帮忙。杜英台讲会协助开拓市场，另外伊有美方政策也伫变动，原定这时要公布的880亿支持方案的补助时间甲内容会延后1礼拜。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岛了一间食品厂，伫今日下晡讲有2个人员咧检查一个线路的时阵，那像讲沼气中毒，下落去雨水池。好，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我们人员立即着空气呼吸器前往查看。那在它的雨水基池内，那发现2名员工在约3米的一个水池内那边受困。那初步判断已经无生命真相。枪局表示讲，雨水池3公尺深，有甲下落去的这2人救出来，不过拢无喘气甲心跳，伤病因急救也是不幸来过往。后来看讲，是安怎要飞新加坡的飞行机该降落伫咧高雄咧？华航一撮航班伫咧今日早起8点外时阵，要对桃园飞去新加坡，也下晡1点外煞搁飞转来到咱台高雄，降落伫咧高雄。发生啥物代志？华航讲这架飞行机因为信号有各样，才搁转来高雄做检查。也下晡嘛已经派另外一架飞行机去高雄载旅客，继续飞去新加坡。飞行机慢慢降低关度，原本飞新加坡的航班突然转降高雄国际机场，引起航空业好奇。右边好像没有推力了。华航753班次13世纪为桃园国际机场飞往新加坡，选择越南外海挖倒转来，下昼1点外该降落高雄机场。看到航空业表示，飞行机降落的时阵，亲像听到异常的声音。很明显就是听到飞机就是有异常的声音这样子。应该是2号的引擎没有力故障。然后就是要折返回高雄。
航空队推测可能是严禁高中，好在飞行机最后平安降落，但机长181名旅客甲工作人员落机了后，飞行机随风脱离进行维修。飞机的右翼引擎有问题，所以新加坡那边没办法下降，所以折回来高雄机场下降。单发动机都可以正常的飞行，但是呢，它有相关的航程跟时间的限制，它都有一个规范在。那只要飞行员按照它的规范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题。针对飞航事件，华航会室也表示，CI753因为机无信号异常，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才以标准作业定时转到高雄进行检查。下昼已经调派另外一架飞行机到高雄接替，飞往新加坡。那CI753的详细状况，由原有台进一步厘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来看国际消息。缅甸伫咧顶个月大地震灾区，今嘛也未完全恢复好势。也即嘛呢，根据美国第一调查局的消息讲，缅甸中部的城市伫今日阁发生规模5.5的地震。地震中心的这个深度是干那7.7公里，目前是也未传出讲有严重的灾情。也咱的外交部嘛表示讲，当地大桥是拢平安。缅甸顶个月遭受强烈地震，伫灾区有关时震暂破时阵，根据美国第一调查局信息，缅甸中部城市13早起佫发生规模5.5地震，震源的深度只有7.7公里。缅甸即阵正是破水节新年假期，不过即阵无传出严重灾情，当局也无发布起高龄的警报。咱外交部讲，当地桥包拢安全。依据驻缅甸代表处回报，我台侨及台商聚集的仰光地区并无特别影响，台商总会也回报人员平安，财物无损，住处将持续注意后续的状况，外交部也会适时更新相关资讯。另外，伫缅甸即有袂少台湾组织展开救灾甲赈灾行动，像伫缅甸出事10岁甲出来的人所来台湾的杨万里成立台缅同心救灾队，甲来自台湾的爱心送入重灾区10届省。也有对2017年开始伫缅甸进行中文教学的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进前已经对台湾送出2体物资，并且调派志工伫灾区供产给灾民。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余震，可是已经慢慢的有看到居民慢慢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生活，大概有40%到50%的店家都已经有恢复营业了。下一步，接下来他们的家园要怎么样重建，我觉得才是比较挑战的部分。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团长指出，强烈地震2礼拜过了后，缅甸有关伫灾后复苏阶段，而且当地资源依然是真无够，所来继续协助相关灾后重建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好，继续来看中国这边是无要放弃武力犯台，这个月才军演讲要封锁台湾，因讲媒体这边就报道讲，咱的政府规划讲要甲各地头超过13000间的利便店转型做建设据点。这个建设据点呢，会当互民众来领粮食、甲这个医疗用品。也国民党这边是批评讲，安尼做感觉讲，各所在拢要来战争，会互民众真惊吓。也总统府这边是回应讲，即马政府并无相关的规划。便利超商各种物件拢有伫卖，满足民众日常所需要的。这两化经济真严重，中共经由军演练封锁台湾，想要来切断外来元素，造成岛内会惊吓。英国媒体微博报道，南方政府有意规划，甲全台超过13000间的便利超商转型成做建设中心，就近互民众领出口粮，也有医疗用品。我会觉得蛮方便的，对，就是感觉。因为超商全台都有，而且蛮便利的，就是感觉出门就可以遇到这样子。微博报道指出，战时阶段民众用伫超商领物资，也受到政府大的广告。因为台湾伫过去疫情期间，经由超商配给口罩有相关的经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讲，做好准备是好事。也不过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法律讲，恐惊营造全民皆兵的气氛，条约看法无同。面对天灾、面对敌人入侵的时候，这样子的社会网络当然是非常有效用的哈。所以是否会规划在全社会防卫韧性里面，我们尊重相关单位的规划。连这个超商也不放过，要配发口粮，那就代表任何地方都在打仗啊。全国几千家的超商的据点，那
那他们就来负责。这个等于是负责一个救灾。总统府发言人简雅慧强调，政府原先就配送站的机制，加强加有备无患是重要原则。不过现阶段无微博报道的超商相关的规划，学者认为超商加税物资配送站有数量多、方便领取的优势。不过物流配送加安全防护这问题必须要来克服。特别是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之下，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有心人士或是民众有可能会去抢夺，或者是去从事一些趁火打劫的动作。那今天的一个超商，它能不能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维持它的运作？我想这个就会是关键。另外，国军汉光41号演习，14天的电脑并推正在进行。国防部长顾立勇在主持演习统裁会议，指出这阵完成常态危机处理、普适地带应处，也有联合反登陆作战这重要科目，防卫军整体演练成果良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中国迄边有威胁，咱内部是毋是嘛有一个反背国家的人？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过去做外交部长的时，伊的办公室秘书何林杰互指控是中国的间谍，即马查落是甲伊收押禁见。民进党这边是决议开除伊的党籍，也立法院民进党团是盘点10部国安的这个要来修法，就是讲要来锁定中国的中间人，要来确保咱台湾的国家安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过去担任外交部长，到立法院备询，当时陪同伫边仔的办公室秘书何林杰建立强盗案，互归押禁见。传出8年来，敢若说过一摆安全诈骗，形成国安的缺失。民进党宜兰县党部13决议开除何林杰党籍。好，送到中评会后，我们会立即开会，好，立即来开除党籍，好，绝不宽待。前立法院长余锡坤的助理盛楚英也传出互中共吸收近年来泄露立法院机密的资料，正得到交保。另外，总统办公室聘用司机吴尚武也技术互对方来吸收，遭到关押。民进党强谍案一直爆出来，民进党已经开始来调查盘点10部国安修法，锁定中共中间人。其实有好几个中间人一抓出来之后，像粽子一样，就可以去抓到很多的功德，或才会有立法院这个委员呢去这个中国必须要报准这样的一个提案。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立即的，可以先切断一些重要的中间人联系的一种管道。民进党国安修法方向包含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港澳条例、国籍法、国安法、廖海康军宪法等。针对着维护中国纳入管制，必须爱申报。警告呼吁在野党这修法的强谍案进前就提出卖过动。民进党吴国昌要求吴钊燮爱落台负责。有非常多的情报，怎么在断交以前，老共都已经掌握。原来匪谍就在吴钊燮旁边了，事情已经这么严重了，结果现在还不出来面对，躲起来。这种修法其实是事实上是刻意的，才等于说在抹红，或者把我们自己的立委同仁呢，都当成好像是怎么就是当成匪谍一样在办。总统赖清德在立委问台南名录国民之家，第一次讲到用民是台湾重要资产，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团结合作，才法度救护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真接伫咧网络买物件，毋过就要注意，因为这有可能就是中国资讯作战的一部分。是安怎讲？因为中国即马有网络买物件的平台传出讲，去互骇客入侵，大约有10外1条个人的资料，封藏伫咧暗网来卖钱。专家就讲话啊，讲这资料会当了解一个人介意啥物，就针对伊的兴趣去设计认知作战，也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监控的一部分。网购食品爸爸种伫厝手种头发当一个都会当买，也毋过中国有网络购物平台最近传出互骇客组织入侵，初步估计大约有10外1笔资料防入侵，放伫暗网来恐吓讨钱，也是等咧卖。中国的东西就是还是会防范一点，就是个资外流已经到处对啊，就不敢绑卡，可能会，不然就是会转成用去超商付款。民众表示，确实会烦恼个资外流，尽量减少使用频率。也有人表示，会选择台湾的购物平台，感觉较有保障。
会尽量倾向不会使用，对，因为也怕自己的个资会被外泄，所以就会倾向用台湾的网购。专家分析，即卖 AI 发展真好，资料收集本来就是资讯战的一环，为着特别定做纽扣电池作战来收集性微模式，拢无排除是中国资讯作战、中国所谓监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你的个资而已，还包括你的使用的行为。它摸准了你消费行为、你的消费嗜好，然后来跟你量身定造，慢慢引诱你上钩。我们并不排除会有特定国家或者是情报机构，他会去做这个有意的有目的的去做收集。提醒大家，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应该请民众加强个资的保护。然后建议设定一些高强度的密码，然后并且要警惕钓鱼网站与诈骗讯息，也要养成查证的习惯，并且定期检查账户与装置安全。刑事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可疑网站，假用官方的信息，还是个资外泄的情形，爱随通报相关单位，还是警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地方的消息。嘉义红仔表演艺术团队合作一个山脉洞的团队2冬前呢，捌替中华大川一间庙的神尊打造一身布地戏红仔，也这身红仔今年就伫咧亲子艺术节来展览。心情是讲，这间庙的神尊佮专工出巡，对中华来看家己的展览。为中华来的进香宫庙，专工来到嘉义县民雄的表演艺术中心。因来到这，唔是要来拜拜，是要来看山脉洞伫亲子艺术节举办的红仔展览。山脉洞表示，这是头届有新民来看红仔的展出。阮山脉洞从来无展览的时候，有进香团来进香，所以这按照这仪式我其实我嘛拢袂晓，拢爱可以甲问讲，等者人进香团来，我要安怎交代这新名？山脉洞伫2冬前，捌替中华大村一间宫庙的新名打造一身讲很在地的红仔。原本进前拢收藏伫中华，这届山脉洞除了将这尊红仔车登来展览以外，佮提一些新的剧本。看到原本入庙来展示的红仔会叮当的讲话，信众拢感觉真欢喜。这是咱第一遍我都讲恭请咱的新名来到咱这个展览的会场。当然，咱嘛是有请示过咱的新名来做这个工课，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熟悉这个信仰所以咱特别恭请咱的新名来到这个所在。第一摆看过看起来足水的。这身讲很在地红仔有20公斤重，红仔的面是参考新民的上来刻的。山脉洞讲，这是因头届甲宫庙合作打造的红仔，借这届亲子艺术节的机会，然后红仔有机会登来展览，嘛互第一届到这的民众会当看到传统布地戏展现的创意甲功夫。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好，这几单咱的政府为了重视母语的发展，即马有不少图书馆的职工开始用母语来广告。因为着要确保品质新北市立图书馆都有安排台语的课程，希望广告的职工呢会当通过认证考试，提供正确的台语词陪伴囡仔来大汉。放假的时阵，我就伫咧图书馆讲故事，互囡仔听。披萨这是新北市立图书馆的志工，放假时就伫图书馆讲故事，互囡仔听。原底是以华语广告为主，这几档政府宣传母语的重要性，因和其他的志工朋友开始练习用台语来讲故事。图书馆嘛观察到，有当时志工的台语无够正确，所以特别开台湾台语认证课程，希望这寡志工拢会当通过台语认证考试。有当时咱若讲唔对，咱后一代都学唔对啊，所以阮会希望讲，咱的志工朋友，咱咧讲故事的时阵，会用用上好的、上正确的这个语言。所以阮感觉上简单的方式，就是拜托志工朋友，因能够去考这个认证。阮嘛想讲，若有这个课程，阮就会当豆来去接受，希望阮嘛是爱考会过啦。长期关心台文科仔的地顺聪指出，关键的台文科仔是母语家庭、教授、老师、台文产业工作者等等的团体组成的。伊最近也发现，这阵用台语广告的志工，会当成做扩大台文科仔的关键之一。故事志工是一个足重要的族群，起码无论是图书馆的场所，愈来愈侪的讲，咱是用台语来讲故事。拄开始因可能爱需要一寡语言的专员，由于华语讲做台语，
佮做者故事之讲，因本身的语言能力就做好诶，啊，台语甚至是因第一语言。陈顺聪也甲这阵台语广告的志工合作故事先生，伊推算目前全台湾拢做5000几个故事先生，是台湾科仔未来应该积极接触的对象。伊也建议政府会当伫咧公共场所颁奖予这阵故事先生，互因感觉家己做的代志是真有意义的，也较有气力继续推杀武器。记者陈阿选林旭凯新北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天气啥款？咱做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低温13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30度。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早暗的温差。东部这边上低12度，上悬27度。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6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我们南西区的这次灾害地震的损害